好，乡亲朋友，係困覺後轉到咱節目嘅現場，今邊係8日好康健來報道嘅單元哦，來同咱鄉親朋友共下來關心到嘅吼，也是係咱講食卵啊，講真今日呢個卵啊，或是平時大家生活當中做下會食到嘅東西哦，你啊到底按用選食將較康健、較滋養咯，你基本到你節目現場啊，是為大家來繞牆到咱講老行醫、老營養師來聊大家來講到呢一隻話題，到頭先喺節目當中啊，你咪要來聊大家來講到很多嘅內容咧。假使講鄉親朋友知道講，要係冇問題是愛夾夾利用啊時間咧哦，係想撒下落呀，一啲我來問營養師嘅啲叫匍匐咧，是係也是做照嘅先照順條一啲，多朋友會去一個講早餐店啊，來食，係有一種誒按照一個講石頭奶嘅時間用呢咪，直接打一張卵落去，好打到咧頭奶啲味道。從安樣來講，佢安樣食感上要熟咯。一啲熟嘅長途來講，那像運動為主，因為佢個動手嘛，哈，是冇問題安樣嘅哈。但是其實依就講，卵對頭年來講啊，其實個應用是動多，係，因為頭先講到咧個卵啲排毒要咧嘅講必需氨基酸，嗰個頭年啲排毒可能未要到嘅哈，要到嘅，錯，但是。佢看唔按完全，那感覺卵胚麵包，還有全穀麵包、雜糧麵包那些，嗰個應用會很難均衡，很難好。所以 Andy 就講到哦，呢個假使我應用全部食得到嘅，或者 Andy 是唔係講特別是卵全部搭配共樣嘅東西。假使按個搭配啲麵包來講咧，就係 Andy 講要較淺，呢個應用較淺。五穀呢個講全穀類嘅嚇，全穀類，好，像小麥麵包哈，小麥麵包哈，黑麵包，安樣嘅東西，加個應用會較淺，安樣。係，好，而家即係講到呢個應用外要呢個完整哦，呢個樣板是卵是當重要咧，嗬。好講到呢一位啊，嗬，可能 Andy 要當到嘅朋友啊，記得有啲下呢一步嘅嗬，你講前幾日卵變到有啲外肚氣，破從 Andy 呢個皮蛋來講嗬，前件事做得安樣，叫做料理過嚟講樣板安樣去煮高溫去破，安樣咁前件冇問題。有啊，有做有啲好食嘅啊，因為皮蛋佢有特別嘅味道，哈，佢個以破過嘅時間哈，其實感覺有熟嘅安樣哈，其實佢本來就會有變性，一點有熟嘅安樣哈，因為佢皮蛋佢有米奇當初，雖然佢前較創度做嘅就變到豆腐蛋糕，豆腐係，我就變到嘅廣東做就變到麥地白，哈，前度安樣嘅食法，還是有到就拿來炒菜咩，有到因為嘅味道當好味，其實我感覺皮蛋，嗰個鹹鴨卵嚟做法咪當到嘅，鹹卵從一啲客家人出名嘅時候，呀苦瓜炒啲鹹卵咩嗬，我感覺鹹鴨卵用嘅煮，用嘅炒就用嘅好食，錯。所以講到呢一個嘅卵嘅料理啊，我相信當到嘅熟口吧，咪見到田長要切加烏下切加方法都出過，要到會加鹽，要到會用頭油，學頭油一樣，假設卵煎好個係黏到嘅頭油，個攞用一啲用一盤來講，自己當茶盤嗬，有時係講到呢一個方法，學喺上頭先鄉親朋友到咧之前都講到咧，呢一個卵啊，假使嗬你跳脫到唔好嘅時間啊，前件事都麻煩，到呢下開始按先來講呢個卵嘅跳脫方式咯，按下會要講到咧，頭先其實要講到一啲內容啦嗬，用手來拿下，用板掂咯，是係手用掂下，就衝嘅啊，要衝嘅感覺，越衝越好，當時係衝嘅，唔係太爭是係衝咯。哦，唔係，因為哈，佢冚冇空氣嘅氣勢嘅時間哈，冚會本意感覺搖來搖去，就咁樣衝較飽滿，唔係感覺一點有空氣嘅地方，係，好，嗰種嘅就嗰種嘅衝嘅感覺，係，好，嗰種嘅衝嘅感覺哈，所以你搖啊，你做啲，因為佢氣勢越多嘅，所以講，你拿落嚟用繞啊，假使一頭嘅係冇繞用嘅噻，所以用手掂下係做得哈，係，香港冇度。貢獻地位困難。頭先講到貢獻，用哪個嚟做得係？香港當然啦，卵頭嘅時間越粗越好。越粗越好。頭先要提到手來掂下卵頭，
愛下厝的啦，吼下好，韓國呢，你來貢獻來照下，輪後來廣東人愛幾張好完整的吼，韓國的好厝的，按樣看起來是為好青豆的吼，也是印度去市場啲擺度來挑脱嘅吼。當然頭先講到水洗蛋會下好豆啊，冇意思，自家去農家嘅回來賣，一天出保證係凍啲嚟，吼韓國咧，幾多咪會講你講，兩樣辦去。那像保鮮，嘿，保鮮一般來講，卵哈不用那陣咧，我看一天來不用冰箱，冇冰到5倍安樣嘅哈，因為佢個那保鮮加個氣嘛哈，所以溫度沒有關係，係啊，喺冰箱嘅溫度上也是凍度好啦，嘿，所以一般嘅冰箱禮拜，一般來講是做咧冰3個禮拜啦，3個禮拜，冇問題咧，嘿，冇問題安樣哈，啊，你有陣你就不用開沖到位啦，不用開沖到位，其實我自家沒吃過啦，我不用開沖到位以後哈，我就打開，是的是一個打開來試看哈，係冇乜嘅廚藝來講哈，我是感覺就很做得啦。所以你不用假使超過3個禮拜嘅時間哈，你提早方法卵先打出來，唔好撈所有嘅其他，因為嘅卵假使全體用落嘅菜啲位度，全熟的做唔得出嚟啦，吼，先變到碗底白，你先看啊，係咪還做得是按樣米頭係咪整鬆？好，米頭係整鬆那個一般來講，我是感覺就太多的，因為我買像冇洗選蛋，我唔係去外賣嘅樣嘅去托嘅嗰種嘅。係。那洗選蛋呢？咁個啲係呢個合保險，咁個你從農家人佢就會講，來唔好試過佢等個要1,000要麼。保護嘅卵嚟嘅，1,000也泡泡嘅毛會幫你洗體去。但是佢特別嘅方法去洗，唔係按你烏卡冰到水都好易洗，按你烏卡做唔得冰水都好易洗。假使你去買到嘅卵係自家用，做唔得。洗好，等出來出照冰水頭做唔得呢。做唔得，佢氣勢全部本水質到，本嘅水質到嘅。所以一間洗選蛋機係用專門嘅技術。專門嘅，錯。唔係按你一般人做烏卡洗冇夠用嘅。有啲朋友佢聽錯佢就講，冇嗌我自家攞去買去簽嗬。假使講佢係唔係買洗選蛋嘅時節，佢做得那全部係時節自家溜啊，就嘛方法做得盡力好過後就不用冰箱嗎？我想是冇辦法，係佢做得格格實體就好咧。我做得格格實體啊，用係幾好嘅。冇不用太久。好，你一直係講到呢嘅，咪唔好講自家用，我買咗去自家攞洗嗬，一定要做得，你凍膠就會廢體哩嗬。好講到你位有，你卵打出來，睇睇卵打出來是係卵黃，吼，是係彎扎嘅。上半下打出來嘅卵可會從你頭前兩盤，咁樣哈。咁樣係咩廢體咧？是，一般來講是，你就講一氣嘅，即係嗰個卵煙哈，要張卵膜哈，會越有彈性。係。呢種越久以後，嗰隻卵膜會越冇彈性。係。所以呢就。用越久嘅卵來講，一打出來是嗰個卵煙球會散脫，嚇。但是當然啦，一下擺仲講太大力，嚇。強大力嘅是上半下要撞到，係要撞到個卵膜嘅先至咪會散脫，係係。所以一般來講就係講用越久嘅就係。散體咧就意思講，你不用太久咧。散體來講到係你了解，講到不用久來講，你機會是會好太多啊！嗬，假使講係淺嘅卵，嗬，你就買進來啦。佢一講將講介嗰陣講生嘅卵來講啊，嗬，一啲是了解卵幫切斷，唔係從你下頭先嘅排到。嘅卵唔係，你冇太你哋自己原來叫佢一隻好好，係彎折好好，嗬。喺個彎折好好來講咧，嗬，一啲是講。即看起來彎折好好，應該是冇乜嘅其他嘅一隻問題咧。還有眉頭啊，眉頭做得皮下眉頭。好，我哋係要填翻先來講嘅係講樹林嘅吳小姐。你好。你好。你相機得到嗎？來談得到咧，你做得講。我想請問一下哈，像那個如果我們的那個蛋啊，如果有一點破損的話，它可以在冰箱裡面嗎？但有一點破損。哦，好，你整嘅問題咯，嚇，填翻先掛睇咯，卵嗬，你講卵殼要別睇嘅形容版先，做得不用冰箱嗎？做得啦，做得不用冰箱啊，要別睇嘅是做得不用冰箱啊，因為佢還有一個膜，
特别叫做摸蓝天啦，係，咁個我結交攞做聽係，咧，叫做做睇炒所以冇講拍機會合腳快嘛，嗬。炒歪，好，也是講到你個亂風係咩？啊，你個我藍天嘅時節和白天嘅時節做得變變相麼？嗰撒下來哦，一定會有一隻流水啦，嗬。你係攞試看啊，咯，你要用半槍，你下看到嘅嗬，有兩隻卵，向前朋友來看下嗬，兩隻卵啊嗬，你到地講你順來係要黐人冇黐，頭先就提到嘅，係你係要隻黐人啦，嗬，即係變個水底來度，你啱先來變兩隻嗬，來變下去哦，哇，佢係坡到水面上嘅哦，嗬，個咧啱嚟看變兩另外一隻。哇！啊，當成年咧，當驚佢扣快睇，誒，咁樣看得到咧，嗬，要話嗬，食一張，透架要講得方法嘛，越沖嘅看起來燈下咧，嗬，也是叫叫做沖大嘅嘛，叫做正經要較沖嘅，嗬，所以叫做講變越久嘅時間氣勢出來嘅時間，個空氣就越多出地板嘅時，叫做較咪破起來，然後就變較久嘅。哦，所以呢，嗬，假使呢度變上長橋，你就買新嘅輪轉咯，時間做得用氣看啊，哦，當然咩講快睇嚟做得撈啲靠睇戲，啱講到大輪咧，嗬，大輪就咪看我們要冇快睇，你係做得實啊，嗬，嗰撒下來呀，嗬，一啲穿到啲嘅要分兩種嘅事件，嗬，一啲講到啲都有部分當然係按到會跳湯嘅，嗬，啲係應該輪咯，啲講到啲皮蛋咧，你係用咩湯下？皮蛋窮用一種得啲嘛，佢全部窮用做，所以皮蛋因為佢係加工過嘅，加工過嘅東西，一定要注意加嘅來源係哪？好，做唔得青菜去買，所以按樣加工嘅東西，我唔敢青菜買，你一定要要偏牌子嘅，要品牌嘅，你這樣做得買，按樣好。當然啦，你要到 super 阿妹去家阿婆咧都去家做嘅，你仲講感覺去做要確實來講，你要感覺要保險要安全來講是做得啦，但是千萬莫去買嘅嗬，又便宜又冇錢就講去家屋卡做嘅，我是感覺佢有點嘅危險。假使講你去家買咗來，去家屋卡你去家曉得做，你去家做當然。屬於係安全的喎，假使都冇本買嘅嗬，可能是兩個安全問題會下睇，所以啲營養師建議大家嗬，你簽下要品牌嘅，或者提議，你講含鴨卵咪窮樣咯，含鴨卵咪窮樣，所以你都全部係咯嗬，可能啲講道理啊，為咗你鄉親朋友啊，係咪會知道講我哋卵嘅荷爾蒙漸漸係動態咯嗬，買啲營養師就講到咧嗬，一個卵啊嗬，其實係啊度了解呢度上課嘅時節係一隻動態嘅啲荷爾蒙嘅，好啦，你講我咁我看日。而家細細粒嘅落甜甜咯，咁個了解應用完全假使有便宜料理哦，有動力片，頭先營養師提到嘅，除咗了解維生素 C 和個纖維質以外，記得其他嘅了解營養素全部都動完全嗬，有健康嘅方法，用健康嘅方法來食來講做得，食到康健，食到滋養，今日咧就到希望營養師來到按節目現場。什麼意？按你的用文字上來講，係好，按就說真到兩位咧哦，窮人家下聽到按你認同線上，好好來認同，希望大家。